主啊，2026年6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的公义审判为临到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两记上卷》16章第1节到2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两记上卷》第16章。上主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囝亚户，叫伊责备巴沙讲：我有对土粉的中间提拔你，设立你做我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你竟然行耶罗波安的路，互我的子民以色列陷落罪，叫我受气。看咧，我要除灭你甲你的家，嘛要互你的家甲尼伯的囝耶罗波安的家同款。所有属巴沙的人，死伫城内的，狗会甲食；死伫野外的，空中的鸟会爬来食。巴沙其他的事迹，伊所做的事，甲伊的成就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。巴沙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安葬伫得撒，伊的囝伊拉续接伊做王。上主通过哈拿尼的囝先知亚户，责备巴沙甲伊的家，因为伊甲耶罗波安的家同款。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阁因为伊杀死耶罗波安全家，激动上主受气。犹大王亚撒第26年，巴沙的囝伊拉伫得撒做王，统治以色列2年。伊的人心理就是指挥战车对一半的军官背叛伊。伊拉伫得撒伫王宫的管家亚杂因兜食酒醉的时，心里入去甲伊杀死，篡伊的位。这是犹大王亚撒第27年的事。心里一个坐位统治，就杀死巴沙全家，包括亲人朋友，拢无留一个查甫人。安尼，心里除灭巴沙全家，拄拄照上主通过先知亚户攻击巴沙的话。这是因为巴沙所有的罪，甲伊的囝伊拉的罪，因2个人互以色列人陷落罪，去拜父假的神明，激动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受气。伊拉其他的事迹，甲伊所做的事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。犹大王亚撒第27年，心里伫得撒做王7日。迄时，军兵拄仔占领围攻菲利斯的基比顿城。营中的军兵听到心里背叛，佮杀死王。迄日，以色列人民就伫营中设立元帅暗利做以色列王。暗利甲以色列军兵对基比顿上去围困得撒。心里看到城已经破，就入王宫内面的堡垒，放火烧王宫，家己死伫内面。这是因为伊有犯罪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行耶罗波安的路，搁互以色列人陷落罪。心里其他的事迹甲伊的背叛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。迄时，以色列人民分做2边，一半替基拉的囝提比尼要设立伊做王，一半替暗利。毋过，替暗利的人民比替基拉的囝提比尼的人较强。提比尼死，暗利就做王。犹大王亚撒第31年，暗利做以色列王，共12年。前6年伫得撒做王。暗利用70公斤的银对撒玛买撒玛利亚山，伫山顶起城，就照迄个山的地主撒玛的名，甲所起的城号名叫做撒玛利亚。暗利行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比以前所有的王搁较歹。
因为伊行尼伯的囝耶路伯安的路，互以色列人含着罪，去拜父假的神明，激动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受气。按例其他的事迹，甲伊的成就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。按例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安葬伫撒玛利亚，伊的囝亚哈煞接伊做王。上帝的公义审判未临到。两记上卷16章记载以色列诸王，特别是巴沙和伊后裔的事迹，甲是因的统治罪行和上帝的审判。上帝借着先知耶户对巴沙讲话，宣告伊的统治将因为罪恶受终止，因为伊甲耶路伯安共款做恶。搁杀灭耶路伯安家族所有的人。巴沙的囝伊拉继位，伊上款拜偶像，互以色列人犯罪。结果伊拉被心怀不轨的军官心里所刣，心里随即自立做王。心里毋简单，灭绝巴沙全家，连巴沙的亲戚和朋友也拢处死。不过，心里的统治上款短暂，因为伊也犯罪，因为安尼拄亲像上帝借着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，心里也逃不过上帝公义的审判。最后，暗里击杀心里建立新的王朝。以色列历经济个朝代的更替，却一发得罪上帝。暗里做王的时，比先前的王犯搁较重的罪。后来，暗里的囝亚哈接续做王，伫上帝面前做歹，比列祖搁较严重。以色列王朝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，最后拢无好的下场。尽管以色列整个国家看轻上帝的话语，违背伊的教导，背弃甲上帝之间的约。上帝要一而再，互因有机会反悔。上帝虽然惩罚以色列，互因最后被灭国，却无完全放弃因。这段经文强调上帝对以色列的主权，无论是王朝的兴起，也是覆灭，拢踮伫上帝手中。上帝对罪的审判是袂改变的，这也提醒咱，虽然周遭环境充斥着无公义的罪，对政治、经济到社会逐层面比比皆是，但是做歹的人终究爱为着家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以色列诸王的罪主要是拜偶像。这也提醒咱爱除去心中的偶像，不论物质、权力、声望，也是人，切切毋通互任何人，也是代志物件来取代上帝伫咱心中的地位。因为上帝讲：“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的上帝。”今日这段经文也提醒担任领袖的人，爱顺服上帝的教导。以色列国因为诸王叛逆上帝，互百姓也陷入伫罪的中间，导致国家最后被灭。咱应该对以色列的历史汲取教训，毋通重蹈覆辙。咱来知影，无论环境安怎改变，上帝拢在掌管一切。伊的公义必定临到，伊的审判必未迟延。以赛亚书56章第1记载，上主安尼讲：恁着维护公平，实践公义，因为我爱拯救群啊，我的公义连绵实现。以色列的历史相款对今仔日的基督徒发出挑战。咱受呼召竞选真侪上帝子民，的确着爱坚守信仰，拒绝
崇拜偶像，一生行伫上帝所喜悦的公义道路。默想，我是毋是互其他人事物取代上帝踮伫我心中的地位？我安怎一生行伫上帝的公义呢？我是毋是互其他人事物取代上帝踮我心目中的地位？我安怎一生行伫上帝的公义中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今仔日透过这段的经文提醒阮，求你互阮无偏离你的道，谨慎自守，带阮行伫你恩典的道路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